當重感冒這三個字如神級現場拼列出現在熱搜詞條上時，互聯網的看客們便心照不宣地湊到了一絲揮劇性的張力。這不僅僅是一場關於唱功的競技，更是一場關於敘事話語權的暗流衝動。在娛樂工業的流水線上，意外往往比精心策劃的劇本更具傳播魔力，而大病上場便是其中最經典的敘事母題之一。它既可以是英雄主義的悲情注腳，也可以是審視專業能力的放大鏡。近期圍繞周深在某音樂綜藝中演唱《憐憫》所引發的討論，以及薛之謙在後台那句被反覆解構的擔心宣言，恰好構成了這樣一個充滿矛盾張力的文化切片。我們目睹的不僅是一位歌手在身體極限狀態下的聲音博弈，更是一次公眾情緒在共情與虛偽之間的劇烈搖擺。在這個信息以毫秒為單位傳播的時代，事實的輪廓往往在第三輪轉載時就已經模糊，而情緒則像滾雪球般裹挾着每一個參與評論的指尖。當我們剝離那些煽情的背景音樂和過度銳化的截圖，試圖回歸聲音本身的質地時，佢發現重感冒更像是一面多棱鏡，折射出的是聽眾對完美的不同定義，以及對真實的不同期待。有人從中聽出了破碎的美學，認為沙啞的聲線恰好契合了憐憫中那種求而不得的撕裂感，是技術之外的靈光乍現。也有人從中聽出了力不從心的勉強，認為高音勾的緊濕和氣息的斷續是客觀存在的瑕疵，不應被努力的濾鏡所美化。這兩種聲音在輿論場中的短兵相接，遠比舞台上的表演本身更為激烈。我們不禁要問，當一位歌手選擇在話筒前袒露自己生理上的脆弱時，這份坦誠究竟是為表演增添了人性的厚度，還是反而為評判標準打開了一道無法量化的後門？而要解開這個結，恐怕不能僅僅停留在好聽或難聽的二元對立裡。我們需要潛入那個夜晚的每一個音符縫隙，去看清那場被熱議的神級現場究竟是由怎麼構成的，以及那句看似關懷備至的擔心，又是如何在傳播的連跳中悄然完成了寓意的翻轉。將時間撥回到那個被無數雙眼睛注視的舞台，聚光燈打下來的瞬間，空氣裡瀰漫的不僅僅是乾冰的霧氣，旋有一種近乎凝滯的期待。周深暫定在立幕前，他的狀態通過高清鏡頭傳帶到每一個屏幕終端，那種肉眼可見的鼻翼泛紅和微微水腫的眼簾，似乎在無聲地佐證着後台流出的重感冒傳聞。當第一個鋼琴音符落下，他的聲帶在那個夜晚呈現出的是一種令人抽心的無邊質感。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的聲音美學向來建立在一種極致的準正與通透之上，宛如水晶器皿在月光下的折射，有着不染塵埃的剔透。但在那個瞬間，聲音的稜角被一種物理性的阻塞感所打磨，原本順滑的聲線邊緣出現了細微的鋸齒，尤其是在中低音勾的過渡句中，那種因為被尖膜充血而導致的共鳴偏移，讓某些字節的咬字帶上了一絲濕潤的，仿佛被霧氣浸泡過的軟糯。這種變化對於追求完美復刻 CD 的聽眾而言，無疑是令人心頭一緊的落差。然而對於另一部分信奉 Live 的魅力在於不完美的聽眾來說，這恰恰是今晚最大的驚喜。在演唱至副歌前那段情緒速力的段落時，周深顯然進行了一次危險的抉擇，他放棄了以往賴以成名的輕機能弱唱，轉而以一種近乎喊的充滿空腔壓迫感的方式，將聲帶強行推入了一個高壓力勾。那裡正是感冒對他影響最深的重災勾，聲帶黏膜的充血使得閉合能力下降，他不得不調動更多的喉外肌群去輔助發聲，這在聲樂教學中被視為一種高風險的代償行為。然而神奇的是，這種生理上的失控感竟然與歌曲《憐憫》中那種祈求誰寧卻故作倔強的文本意境產生了奇妙的化學反應。當他唱到那句情感爆發的核心詞眼時，聲音因為過度用力而出現了短暫的幾不可聞的破音邊緣的顫抖，那是一種介於撕裂與雍瓷之間的臨界狀態，仿佛一根綁緊到極限的蛛絲，再增加1毫克的重量就潰斷裂，卻偏偏在那一瞬間承受住了所有情緒的重量。那一刻，錄音棚裡的收音軟件所追求的零瑕疵被徹底拋諸腦後，
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屬於人類肉體凡胎的、帶着體溫的掙扎感。這種掙扎通過音響系統放大後，擊中了許多在生活泥沼中同樣掙扎着的普通心靈。樂評人常說的第四面牆在那一刻被這聲沙啞的西吼徹底擊碎，聽眾不再僅僅是在欣賞一件聲音的藝術品，而是在驗證一個具體的、有血肉的人在對抗生理局限時所爆發出的生命力。然而，如果我們僅僅因為這份真實感就將其奉為神級，那是否意味着我們正在默許一種標準的下移？是否意味着未來的舞台將出現更多以大病為名的對技術精準度妥協的表演？這顯然是一個危險的滑坡，因為就在同一場表演的後半段，當歌曲進入最考驗氣息支撐的長音拖腔時，感冒的後遺症算是冷酷地顯現了。那個本該如鴻毛般輕盈飄向遠方的高音弱收，因為患膈膜肌群在炎症狀態下的力量不足，導致音尾出現了一絲難以掩飾的晃動和氣息的潰散，像一個原本完美的圓弧在收筆處突然墨汁暈染開來。這種技術上的未完成感對於耳朵挑剔的行家而言，就像一幅名畫上的污漬，無論其整體構圖多麼驚心動魄，那處瑕疵終究是客觀存在的物理事實。於是矛盾的核心便在此浮現，我們究竟應該以結果導向去審視那個被情緒填滿的震撼人心的整體畫面，還是以過程導向去糾正那些因為不可抗力而產生的技術偏差？在這場由重感冒引發的審美辯論中，薛之謙的角色顯得尤為微妙。作為同場競技或同台觀演的嘉賓，他在周深演唱前或演唱間隙流露出的那句擔心，如果放置在純粹友情的語境下，不過是同行之間惺惺相惜的本能反應，是對身體抱恙者最樸素的人民關懷。但當這句話被現場的收音麥克風捕捉，並被節目組的剪輯師賦予特定的敘事蒙太奇後，他在網絡上的含義便開始指數級地膨脹和變異。在流量邏輯統治的評論歐里，擔心被迅速解構為兩種截然相反的潛台詞。一方面，粉絲群體將這句擔心視為權威認證的悲情牌，既然連以創作才華和舞台表現力着稱的薛之謙都表態出了憂慮，那說明周深此刻面臨的生理困難是客觀且嚴重的，而他後續的出色發揮則構成了逆風翻盤的完美敘事閉環。薛之謙的擔憂成了襯托周深意志力的最佳綠葉。但另一方面，在更為挑剔的技術流觀察者眼中，這句擔心卻被解構為一種委婉的預警，甚至是甩鍋。他們尖銳地指出，薛之謙作為在樂壇摸爬滾打多年的資深唱將，其對聲音狀態的敏感度遠超常人。他既然選擇在賽前公開表達這種擔憂，說明他敏銳地察覺到了周深聲帶機能的疲態，這無異於在節目播出前就為聽眾設置了一個心理錨點。當觀眾帶着他今天感冒了的先入為主的印象去欣賞表演時，大腦的聽覺皮層便會在不知不覺中降低對音準和氣息的閾值要求，從而更容易被情感表達所打動。這種預期管理在心理學上被稱為寬慰效應，它巧妙地利用了人類的共情本能，將一場原本應該純粹比拼聲音控制力的專業競技，部分地轉化為一場關於意志品質的道德評判。薛之謙或苦只是出於真心說了一句實話，但這句實話在商業電視節目的運作機制下，不可避免地淪為了敘事工具的一部分。更有意思的是，隨着節目片段的二次傳播，薛之謙的擔心宣言甚至出現了被斷章取義的趨勢。在短視頻平台的碎片化傳播中，他緊蹙的眉頭和欲言又止的神情被單獨截取，配以驚悚或煽情的背景音樂，營造出一種狀況嚴重到連薛之謙都看不下去了的假象。這反過來又刺激了更多路人觀眾抱着求證或獵奇的心態去點擊完整版視頻。至此，薛之謙本人在這個話題中的主體性被消解了，他更像是一枚被投入輿論池塘的石子，他激起的漣漪最終都化作了關於周深表演的巨大水紋。我們不能因此去苛責薛之謙的擔心是否真誠，因為在那個當下，這無疑是人類正常情感的自然流露。我們需要審視的是，為什麼在當下的娛樂生態中，
一句簡單的關懷倍被如此劇烈地拉扯、變形，並最終成為粉絲大戰中攻防轉換的武器。這背後折射出的是公眾對於專業評價體系的不信任，以及對內部消息的病態迷戀。人們寧願相信後台的一句私語，也不願相信舞台上那幾分鐘的客觀聽覺體驗。薛之謙的翻車或苦並不在於他說錯了什麼，而在於他過於誠實地介入了這個充滿解救主義的輿論場。他的真誠被流量機器磨情地咀嚼、消化，並最終吐出了一個與初衷相去甚遠的輿論泡沫。這也提醒我們，在未來的綜藝生態中，嘉賓的每一句細微發言都可能成為蝴蝶效應的起點。所謂的擔心，在這種語境下，確實像一把雙刃劍，既挖開了關懷的表層，也刺破了某種心照不宣的行業潛規則。如果我們跳出飯圈功罰的硝煙，以更宏觀的音樂社會學視角來審視這場風波，會發現從感冒與神級現場之間的強行關聯，其實是大眾傳媒時代對於英雄敘事的飢渴投射。自古以來，人們就偏愛聽那些關於帶傷上陣、絕地反擊的故事，從希臘神話中阿克琉斯的角董，到現代體育賽場上打着封閉鉗上場的運動運，這種向死而生的悲壯感總能輕易點燃集體情緒。音樂舞台作為高度濃縮的情感容器，自然也無法免俗。當經紀公司或節目組有意無意地放出歌手身體抱恙的訊息時，實際上是在為這場表演暗中增加一重難度係數分。觀眾在打分時，便不再僅依據音準、節奏、氣息這些硬性指標，而是佢不自覺地將他在生病啊，能唱成這樣已經很了不起了的主觀加權納入考量。這種評價體系的偏移，對於健康狀態下的歌手是否公平？這顯然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倫理問題。如果一位歌手狀態完美地將一首高難度歌曲演繹得無懈可擊，而另一位歌手因為感冒唱得聲嘶力竭卻情緒飽滿，在當下的輿論環境中，後者的熱搜話題度和路人緣往往能輕鬆碾壓前者。因為完美在這個時代似乎成了一種缺乏故事性的平庸，而瑕疵一旦被賦予了努力的外衣，就變成了稀缺的、有溫度的人設資產。周深的這次表演之所以能被冠以神級，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將身體的不的轉化為了藝術表達的一部分。他不是在對抗歌曲，而是在對抗自己不忍使喚的聲帶。這種自我對抗的戲劇張力，恰恰是錄音室版本所永遠無法複製的。但我們必須要警惕這種審美傾向走向極端。如果有一天，歌手們為了追求這種所謂的破碎美感而刻意熬夜，讓自己生病，或者明明狀態很好卻故意在話筒前表現出疲態，那將是對音樂藝術最大的褻瀆。藝術的根基終究應該是真誠，無論是真誠地展現健康的力量，還是真誠地流露病中的脆弱，其核心都應該是真誠本身，而不是對神級現場這一頭含的功利性算計。回到憐憫這首歌本身，其詞曲作者想要表達的那種對命運無常的叩問和對人性幽微的探察，恰恰在一個感冒的喉嚨裡找到了最貼切的宿主。這究竟是巧合，還是一種忠於藝術的最高效率？當歌者的聲帶因為充血而變得厚重，那種天然的帶着鼻音的訴說感，確實比清亮透徹的嗓音更能傳遞無助與哀求。從這個角度而言，周深的重感冒確實在客觀上為這首歌的意境加了分，但這絕不是因為感冒本身是 buff， 而是因為他擁有足夠高超的技術儲備作為安全網，使得他即使在身體機能打了7折的情況下，依然能憑借強大的樂感和多年的肌肉記憶，將剩餘的30%功力集中投射在最關鍵的情緒爆發點上。這就像一位頂尖的劍客，即便在風寒侵體、手腕乏力的情況下，依然能憑借精準的角度和時機，刺出致命的一劍。我們能說風寒是他的 buff 嗎？不能。我們能說這一劍不精彩嗎？同樣不能。因此，我們或許應該以一種更加成熟且平和的心態來為這場喧囂畫上一個理性的句點。所謂的 buff 不過是網絡流行語對複雜現實的一種粗暴簡化，它試圖用一個遊戲術語去涵合生理學、
聲樂美學和大眾心理學交織的混沌現場。周深在那晚的表現，既沒有某些粉絲宣稱的那麼瘋神，也絕非某些黑粉嘲諷的那麼翻車。他是一次在特定約束條件下充滿勇氣與智慧的即興發揮，有神來之筆，也有客觀局限。薛之謙的擔心亦是如此，他既非精心設計的劇本，也非暗藏心機的捧殺，而是一個懂得聲音之脆弱的人，在目睹同行冒險時產生的本能共情，是輿論的放大鏡和反覆的轉載，賦予了這些簡單事實太多的象徵意義和攻擊觸性。作為聽眾，我們最珍貴的權利其實是傾聽本身，而不是在每一個音符落下後急着去站序、去拉踩、去解救。當我們放下誰贏了的輸贏私翁，放下是否封神的流量焦慮，單純地回到耳機的立體聲中，去感受那個夜晚一個生病的喪子如何努力地試圖唱出人類的哀愁與渴望時，或許我們能收穫更純粹的感動。音樂競技場不是角鬥場，不需要每一次都決出唯一的幸存者，網絡空間更不是法庭，不需要對每一句歌詞的瑕疵進行有罪推定或無罪的辯護。對於那些在舞台上竭盡全力的歌者，我們理應保留一份理解之同情，理解肉身的局限，也同情藝術的艱難。同時，我們也應該堅守一份客觀之審視，不因同情而盲目抬高，也不因瑕疵而全盤否定。健康的娛樂生態應當容納完美的震撼，也應當包容不完美的真實，應當讚美在重壓下的極限綻放，也應當允許在狀態不佳時的正常發揮。周深與薛之謙，一位是挑戰極限的勇者，一位是表達關懷的仁者，他們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完成了本分，而真正需要反思的是我們這些圍觀的看客，我們是否太急於製造神話，又太熱衷於摧毀神話？或許放下手機的這一刻，靜靜地去聽一首歌，不論它是 CD 裡的精修版本，全是現場錄製的粗糙飯拍，只要能讓你心頭一動，那便是音樂最好的歸宿，與感冒無關，與 buff 更無關。願我們都能在下一場演出中，少一些預判的焦慮，多一些純粹的靈隱，讓舞台回歸舞台，讓音樂回歸音樂。